今日即刻就慶祝嘅耶穌上天世界都慶祝耶穌上天嘅日子。約翰福音16:28按樣人講到，耶穌講：我從天父來到世間，然後我離開了世間，到盡天父。耶穌基督從天堂來到世間，做了一個大事，都係死在十字架，3日人嘅復活了40日人後，佢就到盡天家。但係呢，因為佢從恩來，佢係到盡下恩的，從天堂來到盡天堂。約翰福音14:3節咁樣講到，係講我去了蛋糕嘅啲，準備了會所本意，我到光盡嚟，第二去我才也會，你才也會。所以是個這樣人。聽耶穌基督，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，是個有天家可盡。約翰福音14:1節樣講到，9是個你唔好少一個心，相信上帝，相信愛嘅講。約翰福音14:2節，在天父當個按到會所。準備將本設家係咁冇人樣嚟講，我冇講呢啲嘅講，因為我去下計準備將會所本嘢。耶穌基督作盡天家，準備將會所本隆重人相信其實，萬人相信耶穌基督得到有會所喺天堂當嘅啲，即刻天堂當，能夠隔天父求一下嘅啲，所以這樣人就要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基督。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天家嘅路，熱天之家，然後離開呢世間嚟講，是個能進到天家。因為嘅福音講，佢準備將會所，準備了嚟講，佢嚟到盡嚟啲，但是個靈進到天家啲，萬人相信佢，就會得到呢個福氣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